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3月30号。这一期咱们繼續聊一聊伊朗，聊一聊中東，聊一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這個神棍政權進行混合治療的第31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31天，也是盤盤們失去他的義父、失去他的父親的第31天。當然了，對某些盤們來說，這比失去他們的親生父親還要令人難受，因為他們的另外一個父親穆吉塔巴·哈梅內爾下落不明，這比失去了這個父親還要難受。我也看到了網上有很多盤們，當然了，這些盤們主要在國外，確實比死了親爹還難受。其實我也不理解，為什麼有好多人居然為神棍政權洗地。這些盤們，俄羅斯被打了，他們也難受；哈馬斯被打了，他還是難受。伊朗這個神棍政權被打，他也是難受，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太好理解啊。當然了，他們也要珍惜這個為數不多的難受的機會，因為接下來這樣的政權越來越少了，以後想難受也不容易了。畢竟委內瑞拉已經變了，古巴正在轉變之中，所以說他們以後難受的機會也少了，所以要抓住這個機會，充分的難受一把。我們繼續看一看特朗普是怎麼戲耍蹂躪伊朗的這個神棍政權。確實，我在3月1號我就說了，這就是一個貓捉老鼠的遊戲。特朗普自己也說了，就是炸着玩，這個所言不虛，基本上就是單方面吊打伊朗。伊朗沒有任何反擊的能力，雖然是86輪什麼真實承諾4、87輪了，反正記不清楚，都僅限於宣傳效果大於實際。而且他這種宣傳主要是給那些盤們看的，盤們看完之後感到很欣慰、亢奮。當地時間29日晚，伊朗首都德黑蘭接連遭到2輪大規模空襲，德黑蘭防空系統啟動，並持續響起防空警報，部分地區一度停電。這是央視報道的，盤們比較喜歡看央視，所以咱們多念一念央視的新聞，讓盤們這個受傷的心得到一絲寬慰。這個總台記者現場報道，明顯可以感受到連日來伊朗首都德黑蘭遭空襲的程度和次數在明顯增加。伊朗分析指出，目前沒有任何客觀證據證明伊朗正在與美國進行談判，只是證實了雙方通過斡旋方存在一些信息交換，短期內戰爭將持續進行。說最狠的話，挨最毒的打。不僅美國和以色列對德黑蘭進行了輪番轟炸，前2天美以把伊斯蘭革命衛隊控制的3個鋼鐵廠，這個佔伊朗70%的鋼產量的3個鋼鐵廠給拆遷了，順便把配套的發電廠也給拆了。現在輪到拆這個化工廠。來自伊朗西北部多份報告顯示，以色列空襲的主要目標是位於大不里士的石化綜合體。就在剛剛當地時間凌晨，就是半夜吧，大不里士上空傳來巨響，並有飛機活動。目擊者稱，現場燃起熊熊大火，火勢猛烈，並伴有濃烈的塑料燃燒氣味，與直接空襲石化設施的情況相符。這個大不里士石化綜合體是伊朗最大的生產大量聚合物的化工材料，也是隸屬伊斯蘭革命衛隊控制，而且也是伊朗西北部最主要的工業設施之一。從德黑蘭到伊朗的西北部重鎮，美國和以色列顯然已經開始打擊這個伊朗的重要的工業部門，也就是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控制的工業設施，從鋼鐵到石化夷為平地。說了這個說最狠的話，挨最毒的打。美國中央司令部報告稱，自2月28日發起針對伊朗的史詩級憤怒行動以來，他們已經打擊了超過11000個伊朗目標，執行了超過11000次戰鬥飛行任務，摧毀了超過150艘伊朗艦艇。被拆遷的單位這個名單排名不分先後，分別是伊朗指揮控制中心、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队總部大樓、伊斯蘭革命衛隊情報設施、伊朗防空系統、伊朗彈道導彈發射場、伊朗海軍艦艇以及潛艇、伊朗反艦導彈陣地、伊朗軍事通信設施、伊朗彈道導彈及無人機生產設施、
伊朗武器生產與儲存掩體、伊朗地對空導彈設施、伊朗軍事支持支援基礎設施摧毀殆盡，全部拆乾淨了。後面還要拆4架 B-2戰略轟炸機，用 GBU 鑽地彈對伊朗的地下導彈設施進行了大規模打擊。任務完成後，他們返回了位於懷特曼空軍基地的母港。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媒體報道，據說伊朗議會議長加里巴夫藏身的地下掩體也在這次襲擊範圍之內。這個加里巴夫是特朗普說的看好的未來在伊朗的代理人，目前也是主持伊朗跟美國談判的一方的一個主要人物。結果他也遭到了美國的打擊，這個很符合特朗普的做事風格，一邊跟你談判，一邊把你消滅。看哪個你趕上哪個是哪個，這就是叫手抓，两手都要硬，一邊跟你談，一邊直接把你消滅，肉體消滅啊！一邊跟哈梅内伊談，一邊把哈梅內伊都送走了，這就是猫捉老鼠，這個叫游刃有餘，這個叫手拿把掐。也就是說，伊朗人沒有任何的話語權，也沒有任何的影響這個事情走向的能力，沒有任何博弈的籌碼，也就是特朗普想怎麼幹怎麼幹，這沒辦法。你看這邊還指望着加里巴夫談判，那邊鑽地彈來了。也是加里巴夫跑得快，要不然也去向哈梅内伊匯報去了。美國、以色列不僅對伊朗進行更加猛烈的轰炸，同時对伊朗的地區代理人，比如說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伊拉克的什麼民兵、什麼什叶派武裝部隊，同時進行了打擊。就在昨天晚上，美國空軍第74和第75戰鬥機中隊 A-10攻擊機對伊拉克民兵組織進行了這個離地。來自美國空中國民警衛隊的24架 A-10C 加攻擊機將加入戰鬥，其中12架將在英國皇家空軍萊肯西斯基地進行空中加油，另外12架將經停葡萄牙拉傑斯空軍基地，預計他們將於下周三抵達約旦。屆時參與史詩狂怒行動的 A-10C 加攻擊機總數達到36架，也就是為美軍的地面行動正在積蓄力量。隨着美軍第200架軍機抵達，逾8000噸軍備彈藥已運抵前線，用於維持以軍的作戰行動。最新通報，美國美軍已經執行了9000次戰鬥任務，平均每小時就有10幾個伊朗的軍事據點在爆炸，從革命衛隊總部到導彈工廠，從防空陣地到海中的艦艇，美軍正在像拆積木一樣拆掉朗朗用60多年搭建的神棍政權的骨架。所以內塔尼亞胡前2天宣布的，将在未來幾天內對伊朗幾乎所有的關鍵軍事工業設施進行打擊，讓它在未來的10年都沒辦法恢復，意味着伊朗龐大的國防工業體系的核心產能將遭遇毀滅性打擊，且恢復周期漫長。伊朗國防工業體系盤根錯節，由於眾多國營軍事機構、私營企業共同構成。所以我們再看看特朗普他又說了些啥？特朗普在談到伊朗的時候，他說：“我們今天摧毀了大量的目標，這是重要的一天。我們正在與伊朗進行直接和間接談判，我們派出了使節，同時也在進行直接接觸。伊朗2天前同意派出8艘船，隨後又增加了2艘，所以一共是10艘船。”這個特朗普說的顛三倒四的，實際上就是伊朗那個霍爾木茲海峽現在有10艘油輪通過，而這10艘油輪主要是巴基斯坦籍的。特朗普說，就在今天，他們向我們提供了作為一種表示敬意。他說我也說不清該怎麼確定定義，反正特朗普的意思就是你們都懂的。伊朗又允許20艘非常大的油輪載着石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這一行動將於明天早上開始執行。實際上，特朗普說，伊朗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在為了表示這個談判的誠意，不時的放幾艘船過去。對特朗普來說，只要有油輪從霍爾木茲海峽出來，就是他的勝利。這個世界需要原油，便宜石油的價格，出來越多越好。這對特朗普來說，我只能說我們在談判中進展極為順利，但你永遠摸不透伊朗，因為我們跟他們談判之後，總是不得不把他們炸個稀爛。也就是说，跟伊朗的談判就是鸡同鴨講，根本就不在一個頻道上，就是耽誤時間，談完了還要炸。
無論是動用 B-2 轟炸機，還是直接廢除奧巴馬簽署的伊核協議，那大概是我們國家有史以來最糟糕的協議，也是最愚蠢的協議之一。但我還是廢除了它，很遺憾，否則他們現在早就擁有核武器了。我認為我們會和他們達成協議，我相當確定，但也有可能達不成。你這話不是廢話嗎？所以這叫戰略模糊，反正他隨便怎麼說。我們已經實現了政權更迭，如果你看看現狀就知道，因為前一個政權已被重創、被摧毀，他們全部死了，第二個政權也基本覆滅。現在這個政權，我們打交道的是一批前所未有的全新人物，這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所以我認為這就是政權更迭。問題是這一群人很有可能也被特朗普炸死。特朗普对付他们就是鐵拳。特朗普說，坦白說，他們表現得非常通情達理，所以我認為我們已經實現了政權更迭，沒有比這更好的結果。這確確實實就是政權更迭，而政權更迭是勢在必行的，但我認為我們已經自動實現了。特朗普還說，伊朗說他們現在已經元氣大傷，他們將放棄核武器，他們會把核原料全部交給我們，他們會照我們的要求去做所有的事。你知道嗎？他們未來或許能重新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但如果他們不这麼做，他們就不會再有國家可言，他們甚至連國家都不會存在。我認為他們是真的很想要一份協議。特朗普說伊朗，他們簡直是在祈求任何一個正被摧毀的國家都會想要一份協議。他訪問記者啊，所以說特朗普別看他吹牛，但是在這一點上說的是實情，也就是伊朗實際上現在就基本上已經在跪着求特朗普、求美國放一馬、饒過。但是他一轉身一扭臉對待盤盤們、對待國內，那就是大獲全勝，對吧？是特朗普跪着求伊朗停戰、停火，伊朗正在審議，考慮一下能不能接受。在談到霍爾木茲海峽的時候，特朗普說：“他說美國已經在採取行動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這已經在發生了。”我們再看看伊朗在幹什麼。伊朗的議會議長卡利巴夫表示，敵人公開傳遞談判與對話的信息，卻暗中策劃地面入侵行動，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的人正等着。卡利巴夫說，美國根本不知道我們的人正等着美軍地面入侵，這樣我們就能將他們燒成灰燼，並永遠懲罰他們地區盟友。他們的打擊行動仍在繼續，我們的導彈隨時待命，我們決心和信念比以往更加堅定。我們清楚敵人的弱點，也能清晰地看到他們內部恐懼和恐慌的跡象。美國威望的象徵，從 F-35 戰鬥機到航空母艦和地區基地，都遭受了重大的損害。對美國政權的攻擊是有效的、精準的，而且具有基礎性意義。這個我想說的是，卡利巴夫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在跟美國談判，自己代表伊朗跟美國在談判，你就認為自己進了保險箱，千萬不要有這個想法。對卡利巴夫的保護啊，僅限於哪兒？僅限於他離開伊朗去伊斯坦堡、巴基斯坦去談判的時候，美國以色列保證他的安全。但是回到伊朗國內，炸死的是白炸，他依然在暗杀名單上。所以說，卡利巴夫不要掉以轻心，千萬不要以為自己代表伊朗跟美國談判，美国人就不殺他，就可以無所顧忌，就可以肆無忌憚。主要是特朗普他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的時候，他說：“雖然我們還在談，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我們仍在考慮控制具有戰略意義的哈爾科島。美國和伊朗通過巴基斯坦特使進行的直接會談進展順利。”停火協議可能很快達成。特朗普說什麼不重要，主要看他做什麼。特朗普再三宣稱與伊朗談判取得進展，但五角大樓卻持續在向中東增兵。第二批海軍陸戰隊士兵已經抵達中東，一共大概5000多人。那麼82空降師的2000名士兵也調往中東。目前駐紮在中東的美軍總兵力已超過5萬人。比這個戰前多了1萬人，關鍵這個是還在往中東調兵。華爾街日報認為，他說特朗普正考慮是否派美軍進入伊朗，執行一項高風險任務，
強行運走近1000磅濃縮鈾，以徹底打斷伊朗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消息稱他尚未最終拍板，仍在評估美軍面臨的風險，同時也要求顧問在停戰談判中逼迫伊朗交出這批核材料，若談判失敗，不排除直接動武奪取。2月28號之前，這個特朗普也是在跟伊朗一邊談判，一邊向中東調兵遣將。那個時候有很多人分析，認為特朗普只不過是嚇唬伊朗，是吧？什麼特朗普總是逃跑，特朗普也是神神叨叨的，一會兒說打，一會兒說不打。一直看咱們頻道的網友應該記得，我說林肯號和福特號航母派往中東絕對不是去旅遊的，不是去打卡的。大家應該還記得，這一天就这两艘航母打击群，一天的費用至少對吧？1000萬、2000萬美元，就這2個航母打擊群，還不算其他的。特朗普去玩是嗎？賊不走空，現在一樣，他又調了1萬士兵地面部隊進入中東，絕對不是去旅遊的。所以哈爾克島，包括霍爾木茲海峽，什麼上面幾個島，那最終都是要被占的。伊朗人沒有必要還抱什麼僥倖心理，伊朗人現在明顯就恐慌。因為他知道這個特朗普說到做到，你沒有辦法預測他，你指望他不派地面部隊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談判的時候完全跪下，就是100%答應特朗普的要求，但凡說個不字，但凡還在那磨嘰，那接下來就是地面部隊。所以伊朗人現在非常緊張，可以說是如臨大敵，因為一旦哈爾克島和霍爾木茲海峽被這個特朗普給控制了，那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底褲都沒了，沒有任何談判的籌碼，只有解體崩潰。所以伊朗武裝部隊哈塔姆安比亞中央司令部發言人昨天他發表聲明，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對伊朗實施地面行動回應稱，若相關威脅付諸實施，伊朗武裝力量將予以堅決反擊。當然了，這都是口頭反擊。聲明指出，美方在地區的軍事行動正面臨嚴峻局勢，並稱其相關軍事部署已遭受打擊。發言人同時強調，伊朗武裝力量已為任何應對可能的軍事行動做好準備，甚至說波斯灣的鯊魚都已經做好準備了。那言下之意，波斯灣的鯊魚到時候都可以有很多美軍的肉可以吃。伊朗武裝部隊發言人稱，波斯灣的鯊魚正等待美國軍人。美國總統特朗普關於在伊朗開展地面行動的威脅，只會將美軍送入囚禁的死亡的深淵。還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發言人說，他說美方唯一能聽得懂的語言就是武力。針對美方近期威脅對伊朗實施地面行動，伊朗士兵對於此類行動已經等候多時，甚至有點等得不耐煩了，也就是趕緊來，早就等着了。伊朗武裝部隊將殲滅來犯美軍。這一幕讓我想起了這個馬德羅在被抓之前是吧，一邊跳舞一邊扭，一邊說來呀抓我呀，結果一語成讖。所以這個伊朗人就也沒有汲取經驗教訓。伊朗英語新聞電視台援引伊朗官方聲明報道稱，說伊朗警告可能對美國和以色列指揮官及政要的住所發動報復性襲擊。該頻道指出，伊朗承諾將對美國和以色列指揮官及政要的主要住所發動報復性襲擊。伊朗人這個說法確實讓人雲裡霧裡的，這戰都打了31天了。伊朗的哈梅內爾這拉尼賈尼這些人送走一批又一批，或者到現在了，伊朗很克制是嗎？說到現在還不炸美國、以色列這些指揮官、這些政要的住所。這什麼意思啊？现在還在威脅說你要再炸我就炸你們這個指揮官的住所了。伊朗人什麼操作啊？這意思就是和這31天的反擊真實承諾4 86輪，這就是表演唄。意思是手下留情，還沒有炸你們指揮官住所，沒有炸你們內塔尼亞胡的地堡辦公室，是不是間接承認伊朗人的反擊是做做樣子？有能耐就去炸，把內塔尼亞胡送走，就像送走哈梅內伊一樣。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当被問及伊朗在哈爾克島的防禦狀況時，這個特朗普他接受《金融時報》的採訪，他說我認為他們沒有任何防禦，我們可以很輕鬆的拿下它。這個判斷跟我的判斷一樣，就不要被這個談判被伊朗的媒體宣傳所嚇住，什麼100萬士兵，什麼現在徵召12歲以下的12歲的這些什麼敢死隊。
要把這個美軍趕到海裡去。大家想一想，20多年前的伊拉克的共和國衛隊精銳部队100萬，半個小時之內就無影無蹤沒了，去哪兒不知道。到現在，印度的專家還迷惑，還搞不清楚答案，对吧？你要指望着盘盘能搞明白，再過30年，盘盘也不知道為什麼。当然了，按照伊朗人的宣傳，他的戰果也很厲害，什麼又是把美國的預警機給炸了，把美國的加油機也炸了，把美國的死神这個無人機給打下來了，美軍有幾百人受傷，這些總之沒法核實，更像是宣傳。伊朗媒體29日報道，伊朗最高領袖穆杰塔巴感謝伊拉克宗教領袖和伊拉克人民在伊朗遭受侵略時採取了明確立場和對伊朗的支持。這個又是聲明，沒有聲音，也沒有圖像，到底誰發的不知道，這是又忽悠伊朗的什葉派民兵去送死。最後我們再看一看伊朗的總統内塔佩泽西奇扬在幹啥。伊朗反对派網站伊朗國際昨天發布了一篇報道，標題就是伊朗高層出現深刻裂痕，總統警告數週內經濟崩潰。伊朗高層之間，總統佩澤西奇揚與革命衛隊指揮官之間暴露深刻裂痕。據伊朗國際報道，總統警告若無停火，數週內將發生全面經濟崩潰，並要求將管理和行政權力歸還政府。這一要求被革命衛隊指揮官斷然拒絕。伊朗國內據報道存在3位數通脹和自動取款機嚴重現金短缺問題。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與革命衛隊指揮官艾哈邁德·瓦西迪之間出現了嚴重分歧，緊張局勢圍繞戰爭管理方式以及對國家經濟和民生的破壞性影響展開。了解詳情的消息人士稱，佩澤西奇揚嚴厲批評了革命衛隊在戰事升級以及繼續襲擊伊朗鄰國方面的做法。總統警告瓦西迪，如果3週到1個月內無法實現停火，伊朗經濟將面臨全面崩潰。但這個盤盤們是不會相信的，盤盤們認為伊朗是有無窮無盡的力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反而是美國、以色列面臨崩潰。所以說，這有的人他黑白他是分不清的。該報道揭示了一場內部權力鬥爭。佩澤西奇揚要求將管理和行政權力歸還給政府，這一要求被瓦西迪斷然拒絕。緊張局勢在3月7日達到頂點，當時佩澤西奇揚發布視頻聲明，向海灣國家道歉，並下令停止針對他們襲擊。儘管如此，襲擊在此後不久仍繼續發生。另一方面，瓦西迪則將責任歸咎於政府，聲稱政府在戰爭爆發前未能實施結構性改革。該報道強調了總統佩澤西奇揚與革命衛隊成員之間敏感且充滿問題的動態關係。總統的地位和影響力在戰前就已經非常薄弱，而這種薄弱在過去幾週進一步加深並固化。與之相對，革命衛隊高層的地位和影響力在戰前已經很高，如今哈梅內伊被清除以及伊朗最高領導層遭受重創之後變得更為強大。據評估，他們現是國家的實際管理者。這個報道也符合咱們的判斷，也就是伊朗國內現在是群龍無首，這個穆杰塔巴是個紙片人、植物人，實際權力在這些伊斯蘭革命衛隊強硬派的手上，誰也不聽誰的。所以特朗普很苦惱，不知道該找誰談判。我現在覺得跟卡利巴夫談判也是耽誤時間，磨嘰，談得好那就談得不好，卡利巴夫就被斬首，把伊斯蘭革命衛隊能推出來的人全部給他斩首了。這些強硬派最後沒人了，誰也沒法跟美國搭上話。那在這種高壓之下，最終這些強硬派走投無路，只好把佩澤西奇揚推出來，也就是所謂的還權於這個總統。最後恐怕還是佩澤西奇揚出來收拾伊朗這個爛攤子。這麼說的話，卡利巴夫恐怕日子也不多了。這個還有一個伊斯蘭革命衛隊這個叫瓦西迪的，恐怕也進入倒計時。具體是不是這麼演進，事情會不會像這樣的去變化，我們密切關注。順便也請這些盤盤們節哀順變，尤其是在海外的盤盤们。這個盤盤不分國界，盤盤無國界。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盤盤們的一個共同特徵就是他不會獨立思考，他也拒絕獨立思考。所以說啊，他在印度是盤盤，
他離開印度到了美國，他還是談判。他唯一的不同是什麼？就是印度它只有一個声音，到了美国之后，美国有好幾種声音，但是他不会独立思考，有多少種声音都沒有用，他依然是谈判，谈判的底色它是不会變的，谈心不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